有一个迄个叫做啥？哦，拄拄有吼，家掠好拍册，细古换细节吼。家掠拍册甲迄个细古换细节当然是无关系，但是你啊看伊是捡迄个吼，迄个啥册节，即个文捡甲足好势啊。咱要讲的是家掠是啥吼？来，咱常常听到真侪即款吼，看是甘草还是竹啊吼，落去编织吼，落去编的即个吼，农家使用的器物吼，啊，伊大若是即款吼有编织即类的吼，伊头一字大部分拢是家吼。我举例来讲，亲像咱常常听到家子第啊有无吼？家子哦，咱佫有讲乞食歹家子吼。伊即款，你看伊伫家吼，就是一个草字头，佮一个交织的交对无？伊迄真正是伫讲吼，迄个编织吼，爱从迄个啥呢？迄个你的材料吼，拄仔讲的，毋管是甘草还是竹啊吼，拢爱交织甲编起来吼，所以会出现迄个家字头的大部分拢是吼有编织的吼，有家子，啊，佫有啥？迄个家乐。家乐顶摆捌讲过，我即只佫讲一遍。咱讲做无话讲家乐有无吼？家乐是啥？家乐是一款吼，比迄个甘蚵啊吼，甘蚵啊就是面店吼，面店。咱若讲面店吼，迄个恁去查吼，迄伫个迄个啥呢？咱的迄国语啊，国语内底伊甲你解释讲面店是吼，迄个圆形的竹器吼，会当。迄个底物件圆形的竹器哦，啊，咱台语有说甘蚵吼，甘啊吼，啊，较早啥？较早像人迄杂货仔店有无吼？啊，迄个卖物件吼，啊，较庄脚所在哦，简单吼，伊有诶物件，佮甲摆甘啊顶悬吼，啊，日时啊吼，佮甲捧出来吼，啊，暗时啊要收足好收，规个甘啊吼，怎啊甲收入去？所以尾啊吼，即款诶迄个杂货仔店吼。啊，咱就简单甲看作柑仔店，就是伊使用迄个柑仔吼。即摆要讲的迄个啥呢？咱讲做无话讲家乐吼，迄家乐甲柑仔差伫倒位？我讲互恁听。柑仔毋着较浅啦吼，迄盐较浅。咱一般柑仔会当摕来啥？晒物件吼，亲像讲晒迄个布仔干，有无？咱庄脚人吼。啊，咱布仔若大出的时阵，根本都食袂完嘛吼。咱会甲串签吼，啊晒干吼，做布仔干，啊是顶悬嘛会当土豆白白吼，晒土豆，啊甚至是晒豆子吼，豆子就是豆乳吼，啊规角的豆乳放喺迄个啥甘蚵顶悬来晒吼。啊，怎么好？要来讲无话讲家乐，咱讲迄个啥呢？内山亲家吼。无话讲金八果，金八果就是金八类啦。顶摆讲迄个松树的球果吼，因为伊伫内山啦，第一遍吼，迄个做亲情啊，要见面嘛，毋知要讲啥吼，佮对生活用品讲起吼，所以讲做内山亲家无话讲金八果吼，啊内山青讲迄个吼，平地青讲家乐啦，啊，着两个人迄个。拄做亲情，啊，佫毋知影要讲啥，无着为迄厨房的物件、厨房使用物件开始来讲起吼。所以讲半步要讲啥是家乐吼，家乐是一款比甘蚵吼啊较深吼的一款容器吼。恁甲想过是迄甘蚵浅浅啊，啊家乐是啥？家乐就是即个吼，伊的迄个边啊，迄个钱吼加较悬啦。迄边迄个钱差不多有3-4寸悬哩吼，啊你若甘蚵迄个钱极低是1-2寸尔吼，啊你若3-4寸甲1-2寸，其实迄个差足侪底量哦，就差伫吼迄个吼2-3倍哩吼。好，迄个做吼，迄个做啥？迄个做即个咱讲个做平地青吼，无话讲家乐吼，迄嘛是一个器具。好，啊过来就是要来讲遮即个家掠吼，所以你看安尼有3个啊吼。是毋是有即个家子、家乐，啊，搁则讲家掠？家掠到底是啥呢？吼，足简单呢，就是竹啊，吼，落去编，吼，用竹子编织的，很像草席的一个啥可以铺平的器具。搁讲一遍吼，
加热就是用竹仔落去编的吼，啊，甲天开吼，会当晒册，嘛会当做草树来困吼。啊，较早晒册时啊，爱搁铺一个加热咧，因为有当时涂较澹澹啦吼，啊有湿气，涂你若讲无空啊嘛，涂是迄个哦，迄个涂骹会澹澹，啊有迄个土气啦。等下嘛来讲一篇叫做吼，即个哦清土气，也是讲清土气吼。所以呢，咱若是用迄个竹仔编的加热吼，加热啊来甲铺起哩吼，安尼嘛会当来晒册吼。啊，较早吼，较早迄个去食吼，去食因会派加子通啊缀物件，啊有诶较功夫诶吼，伊若讲吼无迄落去食赢通大，咱咧啥盐歌内底讲去食赢吼，讲即个少年出世是富贵囝，啊食老则落去食赢吼。啊伊若有诶连去食赢都无通大咧，啊伊就吼。啊，迄个你若讲困咧涂骹共款会湿，吼，骨头拢会风湿，所以共款爱除即个加热好。啊，咱怎来讲加热即个词哦，免啊写吼。即个词上早以前哦，我会记得这差不多伫个我算看卖吼，来甲算看卖有哦。20几年前吼，20几年前，迄当阵我嘛对加热即个词，我是知影什么物件，毋过迄个字一直找无啦吼。啊，我会记得我第一遍甲人请教的是，就是即个吼洪教授吼。啊，洪教授伊洪维仁教授咧，伊讲伊知影加热是啥物物件吼。啊，伊迄当阵甲我讲的字吼，甲即马迄个科考出来差不多啦吼。迄个加就是一个迄个啥？草字头，啊，搁一个迄个交通的交吼，啊是，即个是加吼，即个较无问题吼。啊，咱即么加字的加是毋是嘛是写草字头，搁一个交通的交对无？啊是写加减的加？应该是写交通的交吼。掠吼，咱来讲即个掠吼。掠因为伊是竹仔编的物件吼，所以伊是写一个迄个竹仔头。竹字头啊，下边一个历史的历吼，这个是加热的迄个写法吼。来，搁讲一遍吼，加热吼，加热就是即个哦，会当迄个铺伫涂骹吼，一个竹仔编的器具啦吼。啊，写法就是吼，加子的加吼，这无问题。热是一个竹仔头，竹字头吼，啊，搁一个啥历史的历吼，历史的历吼。好，即摆感谢咱培起有带出即个加热有无吼？加热吼，咱拄仔讲做迄个加热，就是比感湖吼，比感湖较悬吼，诶一个器具，伊无一定是底米的哦。伊华语伊可能是有迄个啥，伊讲摕来底米的物件，迄个加热吼会当底诚侪物件啦，可是伊的度较深啦吼，安尼。好，以上。